想自己退而無憂，仲想啲子孫同你一樣擁有無憂嘅退休生活？呢個係咪遙不可及嘅夢？隨住預期壽命上升，你嘅退休年期會比預期更長。更長嘅退休年期，亦代表你嘅錢會進一步被通脹蠶食，比預期更快用完。而更長嘅壽命就代表你會有更多嘅醫療需要，而且呢啲壓力仲會隨住每一代有增無減。你做緊嘅準備真係足夠支持3代人嘅退休生活？就算你就嚟退休，只要把握時間，調整你嘅財務規劃，你一定得。寶城嘅進享入息傳承計劃，集人壽保障及財富增長於一身，只需短供3或5年，就可以收到每月入息，直至保障期完結，即係直至最初受保人151歲。你嘅錢更加可以隨住保單年度增長，直至保障期完結。你仲可以將保單傳俾下一代，等佢哋繼續收取每月入息之餘，兼且俾保單價值繼續增長。等你同後代一邊收息一邊增本，一份計劃2種優勢，3代富有，世代無憂。61歲嘅企業總裁 Andy 想為自己同子孫準備一份額外被動退休收入，令大家都有一個安穩嘅退休生活之餘，同時亦想將財富繼續滾存，並傳承至愛，實現3代退無憂嘅目標。即將退休嘅 Andy 知道自己必須捉緊時機，佢想每個月攞到大約11000港元嘅被動收入去支持自己同子孫嘅退休生活，所以揀咗進享入息傳承計劃幫佢達成目標。Andy 為自己投保，每年俾599040港元保費，供5年。由66歲起計嘅50年，Andy 每個月攞到2516港元嘅保證每月入息。2年後，直至第55個保單年度完結， Andy 每個月額外攞到8237港元嘅非保證每月入息。2種入息加埋係每個月約10753港元。由第56個保單年度起，直至 Andy 151歲，佢每個月攞到約11000港元嘅非保證每月入息。計劃為 Andy 製造額外被動收入，退休嘆世界可以食息唔食本，仲幫佢將本金增值，邊嘆邊賺。眨下眼 ，Andy 滿91歲。喺呢25年入面，Andy 一共收咗約302萬港元嘅每月入息，加埋保單嘅預期非保證總現金價值大概約566萬港元。Andy 嘅回報已經係約已繳總保費嘅2.9倍。Andy 希望仔仔 Bosco 可以同自己一樣，盡情享受黃金歲月，於是將保單擁有權轉移俾 Bosco， 並改立 Bosco 為受保人。保單轉移後 ，Bosco 由61歲開始收到約11000港元嘅每月入息，幫佢實現咗食、買、玩嘅退休生活。直到 Bosco 滿91歲，30年入面 ，Bosco 收咗約388萬港元嘅每月入息，而保單嘅預期非保證總現金價值已達大概2570萬港元。如果加埋 Andy 之前收咗嘅每月入息，2個人先後得到嘅每月入息同埋保單嘅預期非保證總現金價值，總共係大概3260萬港元，回報約已繳總保費嘅10.9倍。Bosco 希望將爸爸嘅祝福再延續，佢將保單擁有權轉移俾仔仔 Kelvin， 並改立 Kelvin 為受保人。保單轉移後 ，Kelvin 由61歲開始，預期收到約11000港元嘅非保證每月入息，令退休生活更輕鬆。當 Kelvin 滿91歲時，亦即係最初受保人 Andy 滿151歲，保單完結。Kelvin 喺30年間總共收咗約396萬港元嘅非保證每月入息，而保障期完結時 ，Kelvin 仲攞到大概1億7100萬港元嘅預期期滿保障。呢份豐厚嘅回報足以建立豐盛財富，傳承後代。如果加埋 Andy 同 Bosco 之前收咗嘅每月入息，3個人先後得到嘅每月入息同埋預期期滿保障金額總共係大概1億8200萬港元，回報約已繳總保費嘅61倍。細聽以後，世代無憂。
寶城盡享入息傳承計劃，讓未來的退休生活更如理想。立即聯絡你嘅理財顧問，或者 scan QR code 了解更多啦。